大家平安，欢迎收听5月7日的迦南之声。我是尤泡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谁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约伯记41章1到11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上主啊，你的创造繁多，这一切都是你智慧的果实。遍地充满了你所造之物，有汪洋大海，住着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生物，船只往来航行，你所造的海兽细游其中。诗篇104篇24到26节。血癌医师放下医疗知识和科学头脑，做个完全降服神的病患。罹患血癌，骨髓移植失败，每日要靠输血来度日。身为医师的廖兆华，生命大转弯，几乎就要吹熄灯号。现在能开口讲话就是神的恩典。起初他不断的抱怨，为什么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每一天还会打球和游泳，生活很规律啊。为确认癌症检验是否有误，还到不同的医院进行第2次的检查。医生同样告诉他，若不开始治疗，明年的农历年就要移民天国。但他仍然不做化疗，私底下又尝试各种不同的医疗方式，但并没有改善，甚至病情每况愈下。这当中让他很感动的是，因着有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医生们，大家经常跪下来同心为廖兆华来祷告。他自己也向上帝说，你若亲自医治，不要让我经历治疗癌症的痛苦，一定马上为你做见证。但是神并没有按照他所求的来应允他。最后他在祷告当中顺服神的带领，面对一连串的治疗过程当中，虽然相当辛苦，但是他最后经历了上帝的医治。神就是要他放下身段以及理性的头脑与成见，成为一个完全的病人。神在日期满的时候到了，自然就会彰显他的荣耀作为。现在呢，这个廖兆华医师血型从原本的 O 型变成 A 型，代表他骨髓移植成功。他在分享说他如何穿越一切的风暴跟试炼，就是要天天倚靠神，并放下自己的老我，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他随时的帮助。他属灵的生命才会成长，也才有可能更璀璨。上帝以河马质问约伯之后，接着以鳄鱼继续来质问约伯。昨天呢，我们谈到河马和今天的鳄鱼，其实都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河马跟鳄鱼，而是古时候人熟悉的神话怪兽。他们都是当时动乱的代表，就是动乱的乱源。那上帝在约伯记41章1到11节指出，这个鳄鱼难被制服，凭着个人的力量，加上简单的工具如鱼钩、绳索倒钩枪这个是以荆棘的刺编制成来就是倒拉起来这样那还有鱼叉啦，
这一些的他们所使用的工具都无法制服这个恶语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他们都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听从上帝的。上帝也借此来提醒约伯说什么？人单靠自己的力量，加上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陈情呼吁是无法来制服所面对的一些的苦难。一人受苦，恶人享福，这样的一个道德乱象。但是上帝要借着这个所造的恶鱼，他容许他在海中制造混乱，表明神若不应许，那一人受苦，恶人享福也不会出现。其实这样的一个权柄都是在神的手中。旧约其他的经文其实也曾经出现过鳄鱼，它也被称为拉哈伯。如果你参考诗篇74篇12到14节，或者是快行和曲行的蛇，以赛亚书27章第1节，其实借由这一些的经文的描述，我们得知这古兽鳄鱼是一种水怪。这水怪呢，当时无人能敌不惧怕任何的武器、弓箭、长矛，或者是棍棒、刀枪，都制服不了他。他藐视一切，是一切骄傲之子的王。但是呢，上帝却说，这令人惧怕的水怪也属于他，在41章的11节，并在神的全能之下受到他的掌管那神接着指出这个上帝指出既然连顽梗又愚妄的人都不敢去惹鳄鱼，那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神借此要向约伯再次的挑战，问他，如果人连鳄鱼都不敢惹，又怎敢去惹创造鳄鱼的神吗？约伯你竟向我递出抗辩书，要我出面来证明你的清白。你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简直比河马和鳄鱼更有力气。你真的以为我制服不了你，反而会被你制服吗？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表示神其实不欠任何人的债。神借此又挑战约伯，我既不欠你的债，你为什么竟向我提出抗辩书，要我出面还你清白？你敢这么做，难道我真的欠你一个公道吗？神说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表示神有安排与支配天下万物的权柄和能力。上帝借此再度来提醒挑战约伯，既然如此，那我就在人世间做了一人受苦，二人享福的安排，也在约伯你的生命当中做了受苦的安排。难道我这样安排都得经过你约伯的批准吗？这段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神创造的智慧很全能。在自然界当中，神创造了各种不同的生物，透过探索这一些的生物，我们可以更深入来了解上帝的伟大。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的权柄跟智慧，因为他是自然界的创造者和掌权者那我们都惧怕这一些的动物，何况是创造万有的上帝，我们不应该更敬畏他吗？因为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也应该寻求神的旨意，相信他对我们的生命和未来有他特别的计划和目的，并且
能够全心全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你有惧怕过哪些凶猛的动物吗？然而，对创造这些野兽动物的神，你是用什么态度来看待这位神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生活在这美丽的世界上，你也让我们能够欣赏你所创造的所有生命和自然的奇观，真的奇妙可畏。感谢你使我们借着这些你所描述凶猛的怪兽，教导我们对你的创造和智慧有更深入的了解跟敬畏。感谢天父，若非你的恩典，我们无人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流出的宝血，为我们付上代价，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为的就是要得着你的怜悯蒙你的恩惠，也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喜乐，信心坚定。我们下次再见哦。